再来看南部的水库存量嘛是阁无济，农委会伫七八宣布讲，嘉南二期的稻仔计共有28000多公顷全面收耕，其中台南市后壁就有3000公顷。农民嘛烦恼讲，定定休耕会影响到稻仔相关的产业。农政单位是表示讲，休耕是不得已的决定，会佮甲农民继续沟通，想办法来减少冲击。来到南部上大的闸门水库大坝区，工程人员正咧装抽年船的机具。这个地点会当用来装机具，就看会出来水情状况有偌歹。时间来到7月，全台已经有1400多工无风台来，南部的水情依然是真安堵。闸门甲乌山头水库的水加起来也才1亿多吨尔。农委会七八宣布，嘉南地区的万东有28000多公顷要全面休耕，至少10多万的农民受到影响。这也是南台湾史上第一届规年冬天稻仔拢休耕。二期啊的所有灌溉需血量大概需要评估，大概需要3亿多，跟水利署还有署里面他们大家来检讨啊，觉得这个灌溉要全部灌溉风险比较高啦。南水局表示，闸门甲乌山头水库4到5月落雨量是干那614毫米，甲同期比起来是减2.7亿吨的水量。这也严重影响到因田，其中台南市后壁区的稻仔有3000公顷，已经连续3年的早冬拢休耕。这届万冬又搁休耕，对稻仔的供应链来讲是真伤。就看政策啦，我们没办法。那政府他说啊，他没水，他是要休耕，那你也不能不去，你还是要去申请啦。那你不去申请的话，我们买水还是要钱。啊，你补助互阮呢，是阮那个从阮家己做的，佫不要紧哦。啊，你也共做的，人佫要甲你杀一半，对吧？啊，你像他青龙敢返乡呢？经营的越大，当然它受到这种冲击也越大。那有很多机械是还必须在缴那个贷款的那个情况下，我一下子那个经济来源断掉了。休耕按照英国规定，农民虽然会当领到10公顷96000块的补助，不过也有不少农民认为，若是定定咧休耕，百面会影响到台南稻仔产业的发展，对农产的分工甲稻仔供应链嘛会受到影响。农政单位是表示，会继续甲农民沟通说明，来协助因渡过难关。记者台南报道。